秋冬的季节受到东北风的影响，南投六国的大轮山每暗嘛拢会出现着云海的大景。在地专门伫耍空翕的乡亲记录着这个美丽景色，会当看到云海沿着山头来流动，就亲像是水墙，真壮观。 一大片的云海对山头豆豆啊山顶动，就那亲像是水墙同款。伫黄昏的日头下骹，看起来搁较美丽。这是咱投路国的大轮山，每年秋冬才就会出现壮观的云海大景。咱也书把握这个特别机会来记录。今天它的那个云压没有那么高，所以它会一直沉降，一直降，一直降。所以它到晚上的时候，它应该会降到。 比现在的山更低一点。大轮山海拔1500公尺，虽然无算高，不过自10月开始，受东北风的影响，黄昏就会使看到真特别的云海。在傍晚的时分哦，它那个云的跟那个云海的变化哦，相当的大了，会常常会产生流瀑哦。 当地民众嘛，甲大家提醒，去山顶去云海，除了要注意落风。 日夜了后，山区的气温会降低，爱记得穿较少的，避免寒着。